今仔日有停班停课的消息。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大水灾情严重，加上南环公路部分的路段未通，所以今仔日花莲光复乡、甲台东海端乡立潮村，也有木路村，今仔日是停班停课。目前花莲光复乡也有7个人失踪，特殊队即马针对不足溪甲水尾的所在继续咧找人。不过，昨昏中昼有传出崩山湖水又搁溢出来的消息，现场大家是惊甲赶紧走。水利署有出来驳回，讲是引流失败，水才会流入去市区，并无危险。伫咧大路顶的之间赶要走，救灾车也底要退，因为离北中道团讲崩山湖的水搁流出来。很紧张啊，因为全部人都一直冲啊，连重机具都往外冲啊，没办法挡得下来。现阶段一直在抢修，那现阶段有一些溢流出来，稍微溢流出来的部分，应该是不会有大危险。水利署赶紧出来讲是引流失败，才互一寡水流入去市区。即马当地依然是维持红色的警戒，若真正要紧急撤离，警报声是这种声音。底声5秒，停5秒，安尼循环9遍。若听到警报声，才是赶紧去管的所在位。伫即马还有7个人失踪。特殊人员对重点的佛祖龟，还有下楼分做6个所在继续找。336项部分，因为它靠近河体，它沙石堆积得非常的厚。那我们今天有协请怪手然后共同开挖这样。那目前到下午它还是没有发现。那我们晚上应该持续会到7点这样，然后把那个沙石场全部把它挖开这样，然后去查看。各地搜救队拢来到3工，台北市搜救队讲，当地环境歹，佫无破门的器材，只好在当地古瓦，把调伫咧2楼的16位民众顺利救来。母子受困在2楼，所以我们就有做就地取材，就是拿那个现场找到的手锯，徒手把木门给锯开。有一些地方就是屋子几乎是被掩埋住了，就掩盖到屋顶这样。那有一些地方也是水流蛮湍急的，所以我们只能派无人机去做搜索。今仔日8日连假结束，因为可能有真侪职工要转去，交通部会会动花莲县政府增建交通管制，看火车是毋是当加挂车厢，或者是增加车帮，避免当地因为车多交通拍架影响救灾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